刑事局抓到违法电视阿爸犯罪集团，因为中国买电视阿爸伫咧台湾成立进口、行销技术的部门，分工是真有道。检警开设3年的时间调查，估算已经卖出去8000台啊，侵权市值11亿。即阵是依照违反著作权法提起公诉。电脑前放几台电视阿爸测试信号监视正常，所有有线电视直播节目、电影、戏剧拢会当收看。刑事局破获大型非法有线电视阿爸犯罪集团，40岁生长甲39岁生代的主嫌为首等10人名成员，卖超过8000台非法电视阿爸，不法获利2400万，侵权市值超过11亿。他贩售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台，侵权犯行时间长达3年之久。经过权利人估算，他的侵权市值超过了11亿元。警方表示，犯罪集团分工真有，先为中国管道卖电视阿爸，去透过网络黑皮、甲实体店面来卖，也伫面册协助人客解决使用问题。民众买了后，只要装伫指定 App 就会当开始看。集团伫桃园市桃园区设立总公司，也伫台中市西屯区南区、新北市中和区等地点开设实体店面。警方用我3年时间突破断点，前后拢总发动3摆敲锤，才将规个集团专列起来。非法机上盒进来之后会有那个进口的部门嘛，那我们比对相关资料，还有相关的物流资料，还有一些贩卖的讯息之后才逐渐把这个整个犯罪集团的架构厘清了之后，我们才进行搜索。警方先后将专案以涉嫌违反著作权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检方伫今年10月7日提起公诉。警方呼吁非法电视阿爸，毋若看的品质无好，装无经过安全检证的 App， 也可能加做自安空旁，民众千万毋通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